继续要来看是台中迄位去互柔道的教练大力甲摔架伤到头壳的7岁小男童，也搁伫咧病院咧治疗。伊的爸爸伫咧面册抛出着影片，讲后生的脑压为58降到43，更加来接近着25的正常值咯。爸爸真欢喜，一直甲这个病床顶的后生来讲话，讲希望伊赶紧好起来。到时阵若好起来，就会带伊四界去佚佗，去买佚佗物啊，要来实现着两爸仔囝进前各种的约定。去柔道教练当时的查甫囡仔脑压会前一天的58降到43，和爸爸真欢喜伫咧人面前抛文。就是脑压下降，这是一个现象，好的现象啊。但是接下来就是我们也是希望他可以赶快的醒过来这样子。虽然唔知影当时才精神，不过爸爸继续甲分歧的查甫囡仔讲，若是醒起来，爸爸就会带你去耍，佮买佚佗物仔互你。讲过了那个男子汉的约定，对，等他好起来之后，我还要再带他去溜滑梯啦，然后玩草皮啦，这样子，对，就是他想要的玩具都会买给他这样。7岁查甫囡仔是伫咧上柔道课时阵，去互教练和学员轮流动摔，互头壳内严重出血。不过脑压为本来82降到即马43，互大家看到伊想要活落来，加上看到希望，嘛希望囡仔会当赶紧精神。